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共我来研究客家拍发语文，也个语文中国级认证补强实体的教材，第14篇，全篇有1000题啊。一个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同时加强补充实体的题解，供大家来做个参考。大家都要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业啊，都有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在歌曲词方面呢，等等也係文化嘅用法也有不同，所以研究語言係注意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文字嘅字音、字義、字形，同時我哋注意到一個外來語客家話也有外來語嘅再加上演化嘅俗語同語言等等多種嘅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要有法度、深度、正確度等3種教法方來啊，能有辦法做全，同時要兼顧到一個客家嘅故事、經驗，也係外文、英文、日文等等用語嘅文法，要有文法性啊，仲有法度研究學習客家嘅語言嘅結構，都要注意到注音，這個客家話客家語有客家詩有語無音嘛，所以要用注音，但是注音冇辦法用唔完全，所以用個英文嚟做個拼音，也現在所用嘅呢就漢語拼音、客家語拼音，所以教學嘅先生必須要嚟注意到注音也非常嘅重要，所以咬字用語嘅語音怎樣辦法嚟分明，講話怎樣辦法脱略清楚好聽，咱唔係有啱呀，一個嚴牙帶刺一個聽唔清楚嘅現象發現，安尼嚇。同時，客家語有8大詞類啊，一個同佢使用嘅性質我哋詳細嘅了解。先從第一個是名詞，名詞嘅就會講啊，人事體物等等方面啊，對名詞嘅用法不一樣嘅。動詞動作同狀況一個用詞，所以這個我哋嘅客家嘅動詞也有及物動詞，也有非及物動詞。及物動詞呢，就是講啊，有後邊是接名詞嘅嚇。第四呢，形容詞也有非常嘅重要嚇。副詞嘅頭前呢，一定是動詞、形容詞，還有概念詞嚇。這些詞嘅名詞、名詞與其他嘅詞嘅之間嘅關係連接放起來。第七呢，連接詞嚇。第八呢，也非常嘅重要。就係關於講嘅是呢，感嘆詞、狀聲詞、連音詞、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呢，也可以講到客家唯一非常特殊嘅語音嘅用詞，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要嚟注意，要嚟了解，尤其是一個創傷詞，一個四海太平安，一個五大族群客家嘅啊，也可以講得講完全是相同，只是後來嘅演化不同。另外呢，連音是非常嘅重要，所以有連音，一個世界各國嘅語音也有連音，但是客家話嘅連音非常嘅分明固定嘅性質，所以 A 音嚟講啊是呢，只有8隻字嘅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嘅來了解，也敬請眾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聽來做個參考，注解多看本文多讀啊。
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同声。同时对于客家会也好，客家也有所提得啦。承接客家优美嘅语言、文化、饮食，加个来正统嘅，来加下来哈。所以根本嘅提供嘅一个报道嘅地图里呢，也个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注意。一个提供嘅是客家嘅联吟诗嘅韵母只有 R、A、O 嘅哈，但是一个声母就像 R 来讲嘅是呢。瓦拉亚马那亚加巴个音，A 呢也叫做实体字嘅哦，一听啊望文生义，就变成 V 哩一米哩嘅 B 嘅音，O 呢同 R 嘛是按照形式哈，一个有一声到四声冇相同，所以一到 R、A、O 韵母，其他嘅文字嘅韵母呢，客家嘅相同。同世界各国嘅文字相同有 R、E、U、E、O、A、E、I、O、U 嚇，一個聲母，一個韻母嘅母音，結合同頭先所講嘅R嚟講是瓦拉亞馬那加巴嘅語音，當前呢語音T聲到T四聲嘅一共有108音。當前T聲嘅 A 音嘛，一個用詞方面呢，有18個意見，希望大家共同嚟做個研究，都用一個2個嘅個，一個我的介紹的介，一個呢就是以這文法或用法來用嘅，但是也係目前都是用單腳嘅，也是簡體詞哈。過去嚟講是呢。作文嘅時就用簡體字是會扣1分咯，語同文方面呢，也一個背同半音，一個 A 音。經常講看呢，變成看識咧，識咧，這邊講識看呢，看變成安尼去，聲調不變相同，但是語音不同。所以，我哋對三個等方面啦，也三個字有用 R、O 一樣嘅當稱詞，一個稱詞呢就是個內什麼內詞輔助作用安尼，一個稱詞在一個讀到嘅那個魯聲字 BTK 也是 BDG 嘅時間呢，要加上稱詞嚟做連音。但是跟當前所用嘅叫做了，一直用了一個情況，冇用語音，冇用那個連音式嘅語音，所以聲母、韻母一個聲調一個一級文字呢，一個用法吧，有18位，即同我哋傳統嘅語音文化文字有所不同。所以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嘅客家嘅歌聲嘅音色啦，編制咧，一點呢非常呢感謝大家嚟共同嚟做個研究。再講到基本嘅標題圖像，我用一個客家美濃結不了非常嘅主同三合演做標題。也主要用意，日本大家記得講南部嘅三合宴同北部嘅四合宴冇相同安尼哈，同河洛嘅也冇相同，所以文化不同，建築物也有所不同哦。其中嘅裝建物，河洛嘅冇裝建物，一個南部客家嘅三合宴，大門可以睇頭前，但是北部嘅呢？可以喺塘下地位嘅兩片，也就係幾多不同嘅地方，請各位鄉親多多來做個研究，嚟看本地嘅圖照，因為地圖裡我所寫嘅呢，人多好做事積沙位神山咯，家和萬事興，也就客家精神之一安啦。今日提供嘅歌詞，本大家
来谈的呢，就是初中在一个白山好危险啊，所以后面嘅松树由蔡皮儿手指所创嘅，非常嘅有好谈啊，一个庞燕手指所创嘅父母嘅恩情啊，再加上也有14分钟54秒嘅正统嘅連音，李秋霞手指所創嘅一個非常嘅有連音，所以過去同大家所講一個連音師就嚟別下就太子李秋霞、吳傳麟、個王鳳珠以及鄭桂英手指等等，大家所創嘅歌有正統嘅連音使用，就聽起來能有一個美式純菜，也有傳統嘅精神啊，所以頭度所講嘅3條歌嘅，而白山好危險呢，白山好危險類嘅客家歌曲，創意發拍神通有標準，咬字用語分明，歌詞內容很充分啊，個曲同樂器方面嘅演奏也是非常嘅精彩，希望各位鄉親多聽下嚟，尤其楊青兔子一條歌呀，14分鐘，14秒，非常嘅有意思，安啦嚇，個做今日宣傳廣告宣傳，幫大家嚟做個值得參考，一共有11分35秒。一個嘅播時間嘅原因，就係講啊，幫各位鄉親嚟看到本文以後啊，都值得講啊，11分35秒以前係乜嘅東西。嘅以後呢，就嚟看本文嚇，本文一個719一個係嘅第八個編號，客家詩嘅語文中國嘅民生不強試題教材第14個10啊，講為14年對照錄音，同時補充題解俾大家嚟做個參考。這個本模擬試題嘅設計呢，多層嘅意思，向大家你咪看看乜嘅意思。同時考試時期要注意，這個華語同個客家語冇相同嘅素材係出現喺這個啊。同時西安話同海陸話冇相同嘅素材又出現喺這個。我嘅本文呢度呢，可以睇得講啊，提供本教學同複習嘅詳情，大家都嘅參考啊。後來我哋看第一個，這個流程。關於個流程，客家話就講乜嘅呢？程啊，流程，一個流程呢，是一個北部嘅鄉親流程，變哪嚟去係啦嚇？一個流程，一個流程呢，是河有變突變，都變哪嚟去？流程亦都河洛話，南部嘅陳清湖，一個陳清湖，唔係鄧清湖。也唔係河洛話講啊，丁啊清湖安尼嗬，一個第二難度關於難度，客家話是講乜嘅呢？就講啊難事以上都係安尼嗬，也表示所講啊，也幫大家了解在考試嘅時間要注意到一個第一個錯，第二個錯，但是以上皆是安尼要注意嚇。難題也係個難事啊，難題啊有一句話喎，海題安尼嚇，亦各地方嘅講法有所不同。第三，寢室一個人睡夢嘅地方啊，個房間啊，客家話就講啊寢室，但是有人有變突變到寢室安尼嚇，寢室這個寢室啊。CQIM 第四層，一個第四有關於相關係嘅科試，客家話講關於講科試，一個種啊交通管理個交通科理試、化學試乜嘅試，一個試呢客家話用嚟讀啊，一個第個試啊。第二呢，第三呢係，第三呢都係有語音。一個是呢是關於啊，呢客家話，係呢
我那个火炉化啊，一个化学系、交通系哦，一个系安尼。第五，戏剧、广播节目啊，节目哦，一个南部这个节目，北部是节目安尼啊，也主要用于存在这个呢，就是讲啊，南音北音的第五上、第六上啊有无相同，所以南部讲节目，北部就讲节目安尼哈，所以讲戏剧。戏剧呢，一个节目嘅客家方言来讲咯，一个戏剧嘅剧可以压剧哈，第三个。啊，戏剧，我哋南部客家来讲啊是呢，剧是跳舞哦，但是所以台湾戏曲学校唔系戏剧学校哈，一个就是用客家语嘅来做名字嘅哈，所以一点呢，大家注意台湾戏曲学校，唔系戏剧学校。好，第六，或者关于个或者啊，国语是什么呢？啊，那个客家语音是讲复杂啊，或者就是从一个客家话来讲啊是也很用的啊，另外一个讲法的或者啊，也复杂。唔好做哦，复杂哦，没这个问题，所以或者也可以一句话关于翻成客家话用讲复杂 ，FED 复杂安尼哈，按个区域关于讲区域哦，也叫做区域哈，区域就是地区安尼。第七，否则啊。否则，伊系客家方言讲啦 ，fail 则啊 fail 则，唔系啊，一个否则呢，就是那系唔系抽样嘅意思，否则啊，一个那系唔系抽样嘅啊，一个系呢关系的是啊，一个有三个音，第一个音就是肯定句，那系，用作系。但是否定句的时间呢，唔咩、要咩、系咩，安尼个啊，一个否则的意思就是讲啊，那系唔系安尼啊？超应用啊，一个考试的时间会考造句哦，造句 make sentence 啊，一个重要安尼哈。一个辅助客家语，一个辅助同一个辅啊。一个听语，一个是客家语的意思，就是模图改成模图，安尼哈，就转换变成用来做安尼哈。第九，一个确实客家话啊，确实客家语，是讲啊，佢有人讲啦，客家语就讲确实是讲电动用的啊，电动。冇就讲另外讲个三样嘅，关于迄行动片，确实伊都发行时片咯，啊，三行时片意思是安尼，伊就讲啊，确实啊，确实是的确嘅意思，的确啊，个颠倒系啊，颠倒就是相反的意思，那系就是这样子啊。安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啊，确实是反而是的意思啊。那个第十，既然关于讲既然啊，那个客家语就是那既然就是然就是安那个意思啊。那个注意那个客家语意思就讲哪系安呢？若是这样子客家话。听语关于若是这样子，既然是若是这样子啊，听语呢词眼的天生自然啊，天生自然，天然也就会天生自然。这个答案是讲既然啊，一句话，既然做如做为，那系安尼这样，就为来啊，让人来改进，让人来进化安尼哈。一个第11，
肉序过年个肉食肉的肉，语音使用的通咯，一个脑色啊，那个脑海啊，一个眼嘿眼啊，哪海用第三啊，脑色的脑呢用哪海，既然呢既曲式的曲，一个佛者的佛，也按多则式呢，大家来注意一下。第12反而，过年讲反而，也按多则式呢，这个语音非常的重要哈。这个反而客家话使用来讲咯，就相反是相反了。一个反正使用来讲，就反也好，正也好，就安尼啊。一个人实在讲唔通哦。反正讲话都会拗哦，反正就讲安尼也会拗，安尼也会拗，这个反正啊。相反同正嘅，伊就会拗这个反正。个反而呢，这个相反式啊，相反的意思啊，不是相反，不是啊，有的是而且的意思啊。第13，不义，一个不义，一个意思呢，一个用咩方面嘅象征，一个义啊，不义安尼哈，一个有鸡同爱的音啊，但是西安话是义不义，就是不如的意思哈，唔当啊，唔当，一个唔有两种写法吧哈，一个希望各位乡亲多了解嘅，母王在一起嘅母也是嘛啊，一个口试的也是啊，一点这个等对不如的唔当的意思，唔当啊。第14，果然，过年讲果然，客家话讲果然，汉语嘅意思是结果嘅用，还是啊，唔咩啊，不一定啊，一个是果然哦，原来是会安呢，嘅意思啊，一个题果然，结果就係安呢，果然其實結果就係安呢啊。第15，雖然一句話有用嚟講哦，雖然就係以後就頂上加乜嘅咯，加嘅但係雖然係安呢，但係有一樣嘅咯，一個係為是講雖然假設相反嘅事情，就對啊。雖然係已經講安尼嘅，但係無碼同哦，一點就講啊，雖然同但是一個結合嘅但數，一個但數呢，在一個法律上啊，也非常嘅重視。文章看下來以後，條文看下來以後，可能係會有但數嘛，但數是相反嘅意思啊，好，第16。一個拉拉雜雜，一個拉用嘅通路哦，叫垃圾啊，垃圾哦，垃圾哦，拉雜哦，一個來一個是拉呢，你可以講來鳥嘅來，有啲鹽，過年嘅來鳥拉鳥。講客家話嘅來鳥，強則是不強鹽，意思也不相同啊。拉雜呢，就是客家話，就是講啊，垃圾。漢是現有的現，勢力的勢哈，客家話是漢是，後尾是通常是講乜嘅呢？講有咩唔咩有漢啊，有漢。會不會是漢字意思就是講已經是這樣子的，會不會都係個做相反的意思哈？一個就講啊，有漢用啊，漢字一路全部冇水冇，也有漢文言再嚟做事，視察位安尼做唔得啊。
有限，有在做乜嘅安尼吼。第18，60到70岁客家话就安怎乜嘅喏，起落，就安尼起落。跌落喏，到伊一跌咯，老子叫做70到79，冇落呢就80到89，後邊90到99就叫落老子，100歲以上呢就按到年歲。這個題目是個起落是指60歲到70歲哈，80歲以上的呢一講啊沒落安尼哈。好，碩士論會嘅特色呢哈，一個考英俊的俊，人士嗰個考試片啊。若是那個碩士論會相當客家話的是什麼？挑撥離間、挑撥是非安尼哈。一個就是講啊答案。講是講非，以下講啊叫好叫壞也唔咩啦啊。一個就是講啊碩士論會就是挑撥是非。一個20，一個嗰當然講唔出嘅嚇。墾丁公園客家話我樣通咯，墾丁公園。這個墾丁公園啊，也就是有人讀到好多戲哦，墾丁安尼哈，一個可以墾的墾啊，墾丁公園。第21，大概客家語一個大概的概，客家話咁樣講，可以啊，大概是指一個大概的意思，但是新詞變看開的開啊，又不一樣啊。大概是大約數字啊，大概看開的意思啊。開有兩種寫法啊，新詞變跟自然的字大概。另外一個木字旁的開啊，一個是大約數字啊，一個開呢，一個我們兩米嘅我那個刀啊，用夾用一個呢夾個嘢夾嘅鹽，一個幾股呢啊，大概以挖下去就大約數字的意思安尼哈。所以22嘅上面嘅題就是刮個有刮平豆量嘅小嘅小人物嘅小姑娘就按到乜嘅喏，個雞個愛雞哦，雞又係雞個嘢雞啊，讀雞安尼哈。一個名詞嘅時間讀雞個嘢雞啊雞，所以各位同學一個2米嘅小姑娘圓嘅啊，一下是講冇嘅哈，特別有。冇就用屬於背安尼去哈背。第23，最初嘅係乜嘅喏？樣式是一粒嘅哦，樣式是一大堆嘅。黃帶嘅囊，又講黃帶嘅囊，嘅就河洛話講嘅歌。第3個就黃帶嘅囊是最初嘅啊哈。好，24，我哋嚟講年紀比阿爸細。但比阿哥大嘅輩分嘅稱呼是樣嘅啊，是阿伯加起碼阿叔咯，阿叔啊。比阿爸哥細嘅就阿叔，比阿爸哥大嘅就阿伯啊。比一個平輩嘅哥大嘅呢就阿哥，一個稱呼名稱嘅稱呼，大家嚟做個其他嘅了解咧。阿姐阿叔阿伯啊。阿公嗰個叫阿師哦，個古代下嘅呢，個老太冇阿老太冇安尼哦，阿老妹阿叔呢，河洛話是有，客家話是冇。第25，矮小的板凳，客家話就講乜嘅喏？墩頭位啊，墩頭位，在字獨到特點，烏啊凹嘅時間用，語嘅音墩頭位。
床单个太师椅啊，太师椅就是讲如何编嘅哈，做嘢用用嘅太师。台湾一个太师呢，是国师所坐嘅呀，啊，国师所坐嘅。所以矮小的板凳叫做墩头嘅啊，墩头嘅。你讲啊，矮墩头嘅矮嘅讲往年咯，有一句话，啊个俗语，冇可以写写呢，哦，矮呢，墩头嘅看唔到會講往年啊，尤其暗嗰頭對個鐵嚟做位機器嘛，看下條老闆，大家都看唔到，會講嘅往係中間度喎，嚇中間度。第26，水池啊，水池，客家話講水池，唔係講水池啊，嚇，水池是個年齡，水池講幾多年出世嘅嚇，有年是小幾嘅，客家話是講啊。一個有，一個就是19嘅9，3點水冇嘅呀，一個都有啊有，也就是哈，在市面上手羊毛咩嘅，羊毛阿邊咯，也個嘅，大家可以講嘅生鮮嘅蔬菜啊哈。一個27，當書熟。同鄉會客家話嘅這個書，當課書同鄉會，課書也跟客家話一樣講啦，熟啊，唔係熟啊嚇，學熟同鄉會，唔係學熟同鄉會啊，學熟同鄉會。第28，樹下大梁，乘涼，客家話講啊，客家話就講大梁，一個抵抗嘅抵。也就是呢，有人講啊，大量、也低量，第3呢，以上都可以。南北嘅口音冇相同嚇，一個就是講啊，大量也有人嚟講，低量也有人嚟講嚇。29，一個吊瓶，一個吊起做瓶啊，個風單呢，客家話就講樣嘅咯，一個就講啊，都要吊瓶，唔係吊嘅個吊瓶咯，啊，也就是有種條嘅個條啊，它以後條啊，條啊，係跳舞嘅跳，阮講嚟做係跳舞做安尼嚇，一吊瓶啊，吊去做瓶，也三則有破音，3個破音，各個音，四唔啦，當用破音字，音不同。詞同啊，也就那個破音字，我再講一遍，破音字就是音不同，詞相同，語啊，一個冇相同，語冇相同，一個就破音字，古音字呢，一個音相同，語相同，但是詞不同。一個就古音字、破音字也都會特殊點成了這個，連音字呢也個有另外一種啊，連音字一式都有9音，啊，嚟講嘅是呢，哇啦呀嘛啦呀個8個音安尼哈。第30，體內類生長，一個生長，也就是講啊，也3到4個重要哈。一個擔，這個體內類生長，是可能都會有，哦，那抬頭的抬過來，擔是水類，白類啊，那個擔是天然大下嘅擔件啊，一個擔抬頭的抬啊，一個滴滴的滴，大下個出字旁，嗰種很相近的近，嗰個那個。一斤兩斤的斤，嗰個露台嘅台啊，一個也3到4對做生意也好，政治也好，一個使用嘅方式真多，留台灣對天下嘅，留台灣用啊一個強迫的工業咧，睇睇呢面嘅做過去，所以一個客家做生意也好，一個擔抬一個東西非常嘅重要，水果類嘅一個地
一个梯的什么低头，草字头加上皇梯的梯啊，低头啊，唔系梯，也唔系到伊低啊，低头啊，一个水果类嘅低头安尼。那盆鸡盖啊，盆鸡盖打滚啊，喋啊，那个喋不休的打滚啊，一个打呢，口水盆加上一个蝴蝶嘅蝶嘅啊，虫丝片改过一个口水，一个打滚一个到打啊啊，一个白虎伊讲啊，盆鸡盖。那白虎是讲螃鸡盖，口水在旁边的螃鸡盖。什么三？小刀枪弥勒佛，客家话嘅一个勒呢，也就是用乜嘅？用落一粒弥勒佛，也就是可以用勒东西嘅勒啊，一个都起向勒东西。都勒都会勒啊，胸前嘅呢是男，胸前男，肚脐底下嘅呢是斗，更健康嘅呢，健头方嘅是凯，头那蛋糕嘅呢是东，安尼哈。好，再看什么是客家语双口里啊，一个使用嘅头脑，也头离。天衣裳唔係離啊，木字離啊，離也唔係個和嘅離啊，一個離是木字旁嘅啊，順口嘅呢，順口離，離呢個離馬到嘅離，安尼哈，所以考試嘅時候，一個會考幾多難讀嘅詞語，現在啊，巫婆嘅巫個母。熊讲用位呢也给他说嘛，千字不成千，女人又怕鬼，鬼又在旁边嘅头，传一个诗就魏国的魏，嘅都魏好，那喺强盗恶里度客家话讲强盗恶里度，一个是乜嘅意思呢？恶里度是乜嘅意思？恶里度是讲啊，一失独冇，一无所有。所以恶里度一个就看上下文哈，强盗那係強盜，惡里度是唔係惡下巴，唔係惡事，唔係都是通啊，是一失獨冇嘅意思啦，一無所有，前一失獨冇。36真語客家話即講係幾乎，河洛話講假乎，嘅幾乎相送買賣，也三得是冇相同嘅意思，買賣而錢嚟交付，相送就是唔是錢但是一個法律方面嘅一個一般嘅相送，幾乎呢一個就一個贈送嘅意思一個唔係贈送就講一般呢送幾乎本人唔係講幾乎多錢一個化療客家話是指乜嘅呢？是指不實在的意思。化療一個化療一個了事有人用，一個聊天都聊。要講化療就講不實在的意思，嗰啲化療唔係雜話，唔係去聊話38大菜茶是指乜嘅意思啊？是指客家戲的一種大菜茶。大菜茶唱嘅多人咯，表演嘅一多人咯，有3萬人呢。阿厝嘅小神花旦3萬人，客家戲做的菜茶戲有3萬人。當然，另外還有大鼓嘅大鑼大鼓嘅一個客家戲喺度咧，菜茶戲有3種人。譬如講做教育嘅，條南面接觸嘅就小阿厝嘅做拍3嘅呢就小神做拍3嘅，小妹呢這個花旦3種人。39
牛叉叉是个两边嘅各三支，各有三支那个木头柱诶，就按那么个喏，一个牛叉缸也就个牛诶头个两支就牛叉缸，牛诶蛋个弯弯个呢，是牛担，牛担。按头头所讲牛叉身边各有三支诶，那个皆有树诶做诶喏，嗰种茶力漆。茶力漆台湾人讲上大拿茶力漆也我说唔着喎茶力漆，茶力漆。其实很下饭，很下饭。客家话就讲佢茶饭，佢茶饭佢茶饭唔係佢落飯，唔係煮飯好，再看那个409%那个分。nhỏ thuộc hàng nó thuộc thị sản phân 9%唔係9%，唔係本，因為分也就是有加鹽，那個本鹽講分1%度嘅分，那個分1分鐘嘅分，本就給人家的意思好，也這個分破音字有3種意思。40针灸，客家話是指專家灸咩？唔係這個就講灸水我好多話講牛土誒裂土一個就個針灸，19太多誒這個盤這個盤怎麼寫？盤就是相反的反是做盤，相反的反是做反。所以北部鄉親，伊講食飯，伊講食盤，也有冇唔錯嘅。伊講飯有數平，就相反嘅反做盤食盤一個有冇唔錯。盤土藥配也都是希望各位鄉親呢個多了解咧鼓勵以支持嘅一個思想通咯，所以以支持，以鼓勵，以支持客家語客家語呢一個實驗化冇建設業支持思路212一個冇東西冇呢好，第44澎湖縣的客語頭前嘅是讀乜嘅呢？破安澎湖也唔係讀平湖也唔係講澎湖一就是讀澎湖澎湖一個人嘅澎，一個三德是相澎嘅澎，同那個兩點水嘅馬公鳳同3點水嘅鳳嘅三德是呢可以相簽所以考試時嘅這個澎嘅三德嘅三個音冇相同也就個澎國人用國人講姓澎的姓馮的還有3點水的馮公鳳所以在天星橋地圖裡伊就講那個香料這麼多，它怎麼3配料那個鳳呢馬公鳳3點水嘅鳳用一種做鳳片。第45太浦鹽客家話是什麼？另外講咯，菖蒲菖蒲的一種太浦鹽四合院呢就是一個建築方面嘅一個這個太浦鹽一個開玩笑嘅時間就講迄個係乜嘅鹽迄個係太浦鹽各位鄉親那個太浦鹽呢就是一個大長布嘅作風嚟嘅，唔係同日本話榻米嘅冇相同嘅表模嘅表模嘅也表模嘅咯，表模模模表模嘅唔係表模嘅蒙
也个也毋免母啊，就母有母，表母诶啊。但是因法相呢，个母母方来表个相都母诶安尼吼。一个捷运客家话讲切运，切伊压切切运切运。一个后背有一个是讲延时诶延时诶就是小菜嘅一种个别副讲延时诶，叫做岳母 IAN 同 IEN， 别副用 IEN， 健康南部就讲健康，别副是健康，也无相同。一个金金草字头都带下个金过的金嘅模样食品嘅。今夜细如丝的菜都是什么呢？这个演习业演习业，但是是出给人都不是没事了会出给人了演习业只有一个南部嘅乡亲温粉来泡白富讲泡那个演习业泡那个食所以也过去有个说法体力人士也可以说讲有一般的人士嘅，我哋體力人士，快菜呢叫做韭菜韭菜。迄個我用父母奶同乜嘅咯？鐵條，這個鐵筋鐵線呢也有軟嘅，鐵筋是硬嘅，鐵皮是平嘅也喺度裡所講鐵筋、鐵線、鐵皮，也個三種冇相同第50，客家話嘅象徵代表花是乜嘅花呢？象徵代表的花是油桐花五葉花，五葉花就係油桐花以上皆是一個再講一遍，希望各位鄉親，這個考試嘅時間，第一個抄，第二個抄，第三呢，這個以上皆是。有假設3選1呢就唔會倒過，4會倒過喎4選1呢就唔會倒過，太盤安尼啦好，再複習一下嘅，一個蹲台位就是矮小的人，矮小矮小的人，高瞻骨是矮小又古怪安呢就是如此這樣，安呢快考試片就歸事嘅快，這只有懂事同果說一個方面的人講歸快，很窮苦的意思阿叔叔伯是指窮婆房，孫叔呢是窮鄉，冇喺度窮窮鄉嘅呢就講秦黨安尼孫叔個平台世界的一個窮鄉就講秦黨同孫叔一個就講他講個秦嘅啦好，他講到一個起落就60歲到69歲，跌落就是70到79歲，沒落就是80到89歲安尼好，也就請大家來看。另外一個大下還有一個親同戚那個區別，親就血統的關係，戚呢姻親的關係安尼以上一共有48分49秒。一個本題本各位鄉親大家參考。大下我哋提供一個插圖，一個孟子儒家思想的那個亞聖孟子喺度裡一個俗語上百口經喺度裡百善好為先所以我今日提出來嗰個也是以一個為主題希望大家了解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係乜嘅意思呢？一個重要嘅問題一個也唔係提供問大家嚟做個參考，問大家做參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大家注意一下所以講我哋嘅對聯喺度裡，用四色草就有延續，那有辦法四色草一個問題。這個漢代嘅學者
超期在13经的主格伫对说明啊，以德于理，采得这行礼貌有不好杂有三个，一个阿爸阿媽唔錯噶，唔好隨錯一同講，也就是講也不好，一同講冇同講就不好，假片不為所講啊，也係個不好第三個呢，不欺無知，切祖先的祭祀，也第三個不好，所以三個地頭裡那個最大咯，就無好為大。所以希望各位鄉親莫講莫參考一個莫為了自家，這個一個天生天養，自然有辦法，有辦法供就有辦法養所以我過去看到一個原住民嘅鄉親啊，一個人供6-7年來才實現，一個唔是講政府會付出，也生產到來做一個終於當兵後嘅，還要開一個開空綠等等都係有人才所以你莫還是莫看，莫是看不起他所以一個我貼主嘅大下，希望各位鄉親一個這天嘢講冇了解冇辦法了解，就講家貧情弱，不為樂事，是係乜個意思呢？就是家出嚟個貧窮有樂也愛，唔去做官呢，就是家境貧窮，父母年老，自己唔去當官，失落俸祿來奉養父母也就係天意中嘅不好。而現在嘅講法呢，就係講限大家限兩手兩條，唔去賺錢養家養父母，也就係講不好嘅一種安尼。所以好事百善好為先，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了解多多體會一下。大下呢有參考嘅資料呢，請大家來看一下。一個直播嘅內容非常嘅感謝文範博士同埋康亞在 YouTube 喺度裡，同時在屏東時報天直播、客家時報天直播一個有教材、Google 嘅方面呢都有登出嚟。名字一點呢就可以睇得直接到一個錄音到一個YouTube 大下呢特別從事一個拍練音師，咁個拍花文語文嘅一個文法方面嘅叫16課，語文嘅文法也非常嘅重要講究嘅咧第三呢，就是講客家商業用語也有16課一個另外嘅客家拍花語文，一共初階時也會學一共有100篇，一個考試嘅時間呢。多讀文章，一個文章篇嘅所以100篇呢，可以點一個名字一點咪去，英文天王都點咪去就啲可以走出來，可能係看睇到課。另外一個非常嘅重要，研究嘅50篇嘅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練語嘛一個一點呢，請大家讀AEO阿有哇啦呀嘛能啊加巴嘅音。有為了也沒那個別個音一個一呢，一個數從做先比較多，有為了也沒那個別個音，我呢就為了也沒那個別個音，音呢一共有8隻字有實體字，同我呢有虛字虛字一個可以講音不同，意思就不同所以應該推一個。五代拍攝嘅中間嘅寫話就俾大家嚟做個參考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共同合作，將客家嘅語文大家嚟推廣，大家嚟學習不懂唔係講客家話，超不知客家嘅文化，也可以按嚟講講不知也冇講太嚴重嘅啦也就冇辦法。深入客家嘅文化所以以上呢
非常的感谢大家希望在腔下度研究。另外呢，我嘅研究嘅心得报告，但系来看一個我研究57年，一個文化語言嘅文化錄音也睇一隻嘅客家白話語文或聯驗式嘅研究嘅心得，講到咁樣，以強用55分19萬，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